在地自助行行继续来看到，即马咖啡馆的当讲是踢倒价、坐甲满满时，竞争的压力嘛真大。一寡业者参与甘水过冬，也毋过伫咧彰化即间咖啡老店生意特别好，靠咖啡优惠，抑个有卖人的景致，生意呛呛滚。敢讲是开喙的叮当，目睭的看人，有因洞门秘诀的功夫。来，1、2、3。来这间咖啡厅，都爱心翕相，过来你的人像就会出现伫咖啡杯仔内底。头家摕专用的家私，伫咖啡的铺顶悬，一笔啊一笔，慢慢啊牵出这个人像的面模啊。经过10分钟了后，一个真清真的人像画就完成啊。放久还是会慢慢的泡沫化，所以一定看桌上很多人都是到最后舍不得要离开的，只好要把。人客看到家己遮水的话，实在唔甘甲啉落去。头家原本是咧开这个鸭仔肠的生意，不过尾也伫江草路咧开这个咖啡店，因为伊本身真爱画图，5年前就开始甲这个人像起泡优惠，甲倒入去咖啡内底。想袂到真意外，伫遮济间咖啡厅内底，伊有家己的特色。头家佫讲，若是画满1万个，佫要请大家来录唱一个。它是有一个尊荣感，这杯就是属于你的，最独特的，是属于你的。另外看这间咖啡厅，会当互人对透早坐到黄昏，都无想要转去，因为这景致是安尼变化万千。除了有这个高铁伫边啊，安尼顺一个就过。天气较好的时阵，还都会当看到森林、六轻工业区的这个大烟筒。到尾也不知不觉一天已经过去啊。这么水的这个景致，互这间店已经开15年。山上啊，然后像这里，等下晚上夜景也都会蛮好的。像现在这夕阳。根据财政部伫个107年的统计，规台湾的咖啡店有登记的差不多有3400外间，营业金额有200外亿。有的咖啡店是因为无啥特色，就安尼做到店倒去；不过有的咖啡店会晓创作特色，互家己安尼一直红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